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村民大会》，我是喜丽丽。你好，色茶无？从亚碰风茶呢，也下当地嘅做。香香嘅碰风茶呢，咪有人嫌佢按做东方名人茶，也真件唔係碰風嘅哦。而且也東方名人茶呢，做嘅過程都係按台灣人設計發明出嚟嘅，也按當年來就慢慢受到市場嘅肯定。也按當年來，現在社會轉型，耕地面積漸來漸縮減，還有勞動力唔拉嘅問題，也就造成講，北台灣種茶嘅面積一下降到千厲害。一下呢，也按當嘅問題有好解決嘅，也產業會因為繼續行下去。今日村民大會七位公僕嘅來賓，還有農民朋友，而來到現場，向下來討論，繼續來去現場。開會了！今日村民大會同特別來到嘅新竹北埔亞片哦，特別來到南昌宮頭前，大家今日要向下來討論一個客莊同特別嘅經濟產業。冇聽錯呢，請問觀眾朋友哦，你來到北埔可能會想到乜嘅呢？冇聽錯，為老李林強用，一想到北埔就會想到老街。來到北埔呢，就會往老街以外是客家美食，還有來看下清江嘅人文風景，看下一片中條嘅風景都係一定好嘅。另外還有北埔輕特別嘅，就係有一個碰風茶。今邊呢，村民大會就會稱為按道嘅鄉親朋友，向下來討論一個客莊同特別嘅企業經濟，就係碰風茶產業。前面大家來收嘅今邊嘅特別來賓，佢哋咧係北埔鄉農會嘅總幹事莊豐光，莊總幹事你好。主持人好，韓國北埔嘅鄉親，韓國田時記頭前嘅觀眾，大家好。你好，再來係新竹縣政府農業處嘅處長邱世聰，邱處長。主持人好，北埔農業鄉親，大家好。你好，第三位係產業改良廠產業服務科嘅科長林金池，林科長你好。主持人還有各位來賓，大家好。我們今天的學者代表呢，是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的副教授譚洪仁，副教授你好。主席好，還有各位鄉親大家好，謝謝。老師好，還有今天呢，我們峨眉鄉農會嘅總幹事咪特別來到現場誒，總幹事你好。現場還有其他的來賓，還有老師。同時呢，我們下半場會談論到這個勞動力的部分。我們今天勞動部的這個勞動發展署這邊也有代表來到現場記證。現場嘅按道鄉親，大家好，大家好。你可能會看到有人講下一個碰風茶，冇錯，下一個碰風茶，其實啦，也都係共用，係用講嘅係東方名人茶。其實也三種嘅一道嘅講法喎，大家講嘅就係共用嘅東西，而且也三種嘅產業都係經過一種小綠嘅產濕過、熬過後，故所冇共用嘅名嘅，唔過講嘅都係共用嘅東西喲。講到一個碰風茶呢，佢有一個地方好嘅由來，唔知大家聽過嘛？就係講頭擺，因為講佢按到碰風咯，而且頭擺有一個茶農誒，一個茶農啊，他把自己的東方美人茶嘅茶葉拿去種豆腐葉去賣，前面呢賣到幾多錢？賣到200元按斗哦。當時其實200元呢，已經比當時鎮長的一個加出千斗誒。故說你佢轉來過後，老母別臉沙講哦，俺呀茶米誒，買嘢按斗錢，大家講佢按你碰風啦，故所認為有按你嘅碰風茶，按你嘅名誒。還有另外一個，其實一個茶米哦，清整貴錯冇，從一下單單就係大家啲做茶嘅時間呢，一整貴哦。談講頭擺英國嘅女皇哦，佢喊特別好亞米絲，然之後佢食到過後就看到嘅茶米啲比嘅地度，按你拋出來滴滴轉嘅香誒一講，嗰所本人嘅當後堂嘅上面按做東方名人茶。就係今邊村民大會為老大家向下來討論嘅產業，佢幾珍貴咯，先等等，記者嘅腳步來去看啦。老娘茶天天嚟整出來，小小嘅稀勁蔥，就皮一道當鐵樹嘅香味。新竹北部嘅碰風茶哦，佢係琥珀色，帶蜜香。帶花香、手果香，所以係種當特殊來參與。一般農作嘅薑蔥誒，唔過碰風茶就全冇共用。
因为去追咱的鸟哈，是叫虫害啊，虫害，还有浮尘子。你也没浮尘子啊，上不是讲靠天还要靠虫。研究天作為有者，也確實唔會差。對從來去研究下意思，碰風茶嘅香味老家出就出來嘅。鴨子又小葉長會有長度好陰蟲，兩隻距離間接啊好長，所以佢哋是衝嘅循環厲害。所以兩隻茶每套上邊價值差當然。食兩隻茶嘅人，佢相信係太自然，因為你係衝啊，係氣候基本係呢嘅，呢是衝啊是春嘅。茶好唔好，衝啊為食，衝啊為人，佢唔會騙人。從來是唔係上愛超有，除咗自然因素以外，也紅成日也按當年來獨到嘅挑戰，見來見到。呢個茶本身佢數量是冇多啊，佢都冇法度。你哋下是耕種面積差唔多呢北部係30甲左右。4寸差唔多1/10，該擺最多該有200-300甲嘅茶葉，因為後生嘅全部慢慢出現冇被蝕透露，所以20-30年下來後，影響到動態。伊也茶廠類批，小批嘢都也就生日環境，見來見難捱嘅。唔講呢新竹本體有種都給苗栗3萬，可是科學園區建立之下，沒有配套措施去保護一堆茶農，你將來是講茶葉會更來更少，冇人會種，這是會造成整個茶葉的生態沒有辦法得以永續。安用嘅長洲嘅研究做得下去，而且畢業到碰風茶嘅香味。這是唔係請講聽聽？樣片當中就看到哦，跟他班總有講，其實一個碰風茶靠天還要靠蟲，真的很珍貴，真嘅係十分嘅珍貴呢。還有另外呢，跟他提到哦，一下耕種嘅面積見來見少嘅，無聽做咩係呀茶十分珍貴，還有係見來見珍貴嘅一個素材哦。對一個鄉鎮嘅氣味見。這個面積表現來看啊，其實一下做得講種碰風茶的面積的，那也就是見來見少的。我們可以看到龍潭還有峨眉北埔頭份，我們把這個桃竹苗不同的鄉鎮抓一個代表的地區來看，其實每個人都是下降的，尤其像龍潭800多，一開始89年的時候，10幾年前800多，結果現在逐步的下跌，直落，來到101年的時候，只剩下不到500公頃，冇500公頃。另外將新種嘅糯米，北埔一片咩係對700人，143人，見來見少，一下存到890人公頃，天。其實也代表講，耕地面積見來見少，大家種茶安用加善哦。一片呢，清醒的一個數據就係糯米，還有北埔一下嘅耕地面積來到幾多呢？糯米存到63公頃，還有北埔係31。其實一個數據有，到101年比起來，有北埔一邊係增加嘅一絲咧，唔過糯米就減少嘅。一片先來搶高農業處嘅初衷哦，一下新竹縣嘅耕地面積、耕種面積見來見少嘅，所來種碰風茶還有種茶嘅面積一下全縣來講有幾多呢？大概不到400公頃，所以我們新竹縣政府為了解決這個我們特色茶的這個茶青不足短缺的問題，那我們在97年開始，我們有一個這個茶園復耕的計劃，我們大概3年為一期，每公頃補助8萬，等於說第一年補助5萬，第二年2萬，第3年1萬。我們希望能夠增加這個茶園面積。那做誒上嘅老幾啊，復耕起來係看到乜嘅問題咯？會講嘅係冇，見來見少唔係咧長久嘅辦法，故所以推動一個計劃，要來推動這個計劃。是因為現在這個進口茶葉量非常大所以衝擊到我們國內的茶市場，讓這個茶價大跌所以這個茶葉的面積就是逐年在減少，對，因為耕作意願就減低了嘛，所以我想借這個茶園復耕計劃來讓我們的茶農繼續把這個茶園的面積能夠擴大。對一個新竹縣的這個整體的面積、整體的這個農情資訊來看新竹縣53萬人口當中，農業是佔了大概是11萬，總面積在14萬多公頃當中，農業佔多少？它的耕地面積其實佔不到2%。只有28000多公頃而已，而且我們剛才也看到了，耕地面積不斷的
下降，不断的下降。复耕有推动，但是它现在的状况可能还没有看到一个很实际的效果。我们这边先请教董体嘅详情哦，同大家分享看啊，从一下设计嘅新竹演讲体面积进来建设的设计敢有安尼嘅情形呢？分享详情来发表你嘅意见。你下等主要行会个休闲农场，按照大家看到的吼，引导啊，贵如全部看板表演，全部佢讲休闲农场，佢都卖鱼窝种菜，怎么是不用去放？用板老个的提那转来，不然的农民容让系只问题啊。不过对你来讲，你想要继续讲么？哦呀。唔过呢，啥冇办法？冇提唔啦，系。OK， 什么压力太高哦？农地的面积转做其他用，所以农地非农用这个问题有办法解决吗？我们再度请教其他的乡亲，设计有按那个情形没？像你爱加多啊，增加你的港地面积，不过你多多的蛮该困难哦。主要是因为以前为了避税那把那个林地就是农地啦变更为林地啊。那因为事隔20年，现在在茶园复耕计划想要复耕，可是因为法令的关系，就造成变更不容易。法令上面变更很困难，几乎很难。所以你如果想要变更，不是没有办法，你要找专业的代办人来帮忙办，那费用可能会达到好几十万，可能会变，而且时间会拖很长。大哥说到的问题是土地上遇到要变更地目的问题，过去跟现在或许时代已经不一样了，它是不是有一些时空背景上的转变，所以导致现在可能我们地方有在推复耕计划，不过呢设计神呛下来，上某按轨堵到一的困难，亚梯部分很黑显呛出众，对老夫回应一下。一般林业用地如果做农业使用，就是超限利用那我不晓得。刚刚我们的农民的这个问题是不是当初是农牧用地去变更为林业用地？如果是的话那可以申请异议复查你把这个实际情形再报到公所，转到县政府，那我们会找水保局来做复查。如果你的坡度也符合规定，也是可以做农牧用地来使用的话，那我们会等于说来复查，做一个解编的动作。让农民有机会来恢复农牧用地来做复耕。是。那至于有一些水保的问题，我们新竹县政府有一个水保服务团，那是免费咨询的，也欢迎乡亲多多来利用咨询。每个礼拜3的早上9点到12点。要边呛高纵观师像刚才提到这么多的问题之下，这是不是很多人共同遇到的问题？所以可能县府在推复耕的时候，我们农政单位在办的时候。接触到了很多穷用的问题呢。其实两种问题确实是目前爱北部拄到的水台的问题啦。因为当到后生人天台也好，天三台也好，有心上会转来耕种。不过了下家下讲的复耕的性质看起来当然是复耕到2-3甲、2-3公顷，起到冇马台也是水台问题是爱起到是土地的。利用上面因为冇错，上头佢要当因为对土地去家庭来管理，可是有得你老师你当老师嚟嗰度乡亲嗰度耕种已50-60岁，例如讲你有现场慢慢因地目咧变到农牧用地这样做在咧耕种，可是你都。程序确实讲对，你农民太复杂呗，当复杂。不过家下处长也有特别讲过，让政府改变，只有而家几只团队来协助你农民。不过我想，还得假如讲，老李的几只的程序老去简化。好，我们来看到新竹县，虽然它现在的农耕土地不到2成，但是我们也来想想看，现在新竹县的土地什么类型的最多？1970年代开始有工研院进驻。80年代竹科来了，再来呢之后连工业区都来到湖口这个地方，所以是不是原本的土地使用之下，它开始转变了？我们新竹开始变成了工商发展重镇、高科技发展产业重镇，所以威胁到我们农耕土地越来越少。请教老师老师像过去其实这个研究都看得出来，头摆应该被铺给查散呀，公进亲后，就是说。
过去的这个北部的茶产业，它其实是非常风光的，可是最近好像慢慢的下跌，这个可能是什么原因？跟耕地会是有关系吗？尤其是在新竹这个非常具有区域特色的产业。早期北埔的茶叶，其实从日据时代开始，最早的记录，当时的比赛得奖茶叶，一斤茶叶可以换到11000斤的稻子。哇，很厉害耶！乘以现在的稻米收购价1斤25块钱，所以它的价钱比现在的特等奖没有再低到哪里去。但是现在其实土地面积、农业的土地被工业土地剥夺，我觉得刚刚主持人讲了很多例子，其实最明显就是，比如说像新竹的关西的部分，各位可以看到新竹关西的六福村、小人国。还有其他的相关的游乐园区，这些到现在假日都会塞车的地方，过去全部是茶园。那所以整个的农业的土地都被工业土地因为生产力降低的关系被剥夺了，所以现在有非常非常大的改变。经济开始转变了，这个重点社会的这个重心开始转变。不过呢，恩用的老亚，合作同特别嘅企业经济产业，留嘅好好嘅保存下去，行南北恩用嘅行嘅路呢，先等等推3线嘅路，向下行工钱。从北到南一条对台北意思，一直延伸到高平地区嘅台3线，係條順帶山區來做嘅公路。香港人對北部喺下南嘅高層當中，一開始就會先經過北台灣嘅重要合作。一條東有18公里嘅公路，經過桃園就看到幾片嘅茶葉。恩榮潭嘅種茶面積差唔多400萬公頃嚇，北部地區來講嚇，係恩榮潭體態，榮潭出推廣。包種茶，因為包種茶漸漸沒落嘅哈，所以讓高粱的農民來推薦呢個美人茶。榮潭差唔多10年前開始聽聽新竹發展普風茶產業，也按多年來咪行出一條桃園茶區嘅線路。今年呢，榮潭又做到了50的茶樣呢，非常的獎哈，也個學名我都擺好。另外，新竹嘅普風茶比賽，當激烈，當精彩。那些24天了，没有睡过床，该当天嘛，因为茶呢哈，等一件扎件来件扎件来，摸做人也平时摸啊。我是特别有参加比赛啦，就你参加比賽，目前来看呢係對銷售一定好嘅幫助嘅啦。長久來咧呀，這麼年底哦，新竹人家比賽呀，名氣呀就咧，市場嘅個信任度呀非常的高。这个是非常传统的产业，那我们会想要秉持原本就有的技术，继续传承去做。那我觉得其实新竹县的这个茶呢，因为它比赛的制度非常非常的严谨，因为严谨，所以它品质非常的好。我们只要坚持把这个做到好，就是走下去最好的一条路。苗生同台同有成立合作，不過茶廠嘅年頭有限頭，是香港有攞嘅較濫嘅茶葉來加做本地嘅。茶農超受品牌嘅名聲同信用會被破壞掉。我覺得我本消費者一直觀念是講，你風風茶吼，你係新竹縣的大品牌。我是覺得茶葉改良廠這邊可以推一個茶葉身份證，有一套技術做得營養，講你係台灣茶，也係台灣茶、越南那邊嘅茶，跟有一隻茶葉基因的成分，那隻技術做得研究出來，做得營養師提供，你係那邊嘅茶，對消費者更有保障。室內安心對產業做起事，推宣傳，去行出客家文化嘅新時代。食茶，俺都真希望會食到一啲當好嘅茶，品質真好嘅茶。同時呢，還會食到乜嘅東西呢？食到真好嘅品質，還有食到安全，另外還有食對環境真好嘅一隻真好嘅觀念哦，也都愛追求。故所對消費者來講嘅品質，我用嚟攞佢包裝起來喏。其實我家下有農民建議哦，係講來做一類茶葉身份證，就像英人共用哦。你對那片來嘅攞佢記載清楚，攞佢講詳細，大家係講我買嘅時節更會較有包裝喏。提供我那片買比較有保障，知道它的來源到底是怎麼樣。針對剛才農民提到要做一個茶葉身份證，有可能嗎？科長？那個目前農糧署有在推動茶葉的追溯系統，哦，就是我們農民可以從那個網站裡面去申請 QR code，
申请以后，到时候比赛茶或者自己在家里生产的产品就可以贴那个标签，哦，消费者用那个扫描就可以知道这个茶叶的来源是从哪一个乡镇、哪一个农民去生产出来的。那未来呢？刚才有提到说，像很怕大家买茶的时候，来到北埔、来到新竹，会不会买到其他地方的茶？毕竟我们在新闻当中也时有所闻，有看到其他的可能农药、茶叶超标的问题，另外还有加了其他地方的茶来去拼配，这样的状况的话，有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机制追溯系统来去达到农民说的这个保障的部分呢？因为可能你吃到不好的茶叶啊。农民会觉得我这块金字招牌蒙灰了，被打坏了。消费者来说，他也是心惊惊、动粗痒呢。目前茶改厂有开发2套系统可以来做检验产地的部分，一个就是那个茶叶 DNA 指纹系统鉴定系统。哦，这一部分如果我们把台湾的主要的栽培品种都已经建立它的图谱 DNA 图谱出来的，哦，未来如果你有掺杂其他的。包括进口的茶，只要不是台湾的品种，哦，大概从 DNA 里面就可以鉴别它是不是外来的，有掺杂外来的。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无机元素的分析，哦，因为我们都知道茶叶栽培的品种是可以 copy 可以移植的，但在产地，哦，在栽培环境这一部分是没有办法 copy 过去的，所以在茶叶在生长环境里面，它吸收的一些养分。会完全不同哦，所以目前只要用无机元素来分析的话，大概我们就可以很清楚来判断是境内或者境外，或者是可以用单颗一个芽来检验它有没有掺杂的比例多少，大概就可以鉴别出来。老师，那您觉得进口的茶叶对我们碰风茶？新竹这边的碰风茶产业会有一定的影响吗？我觉得那个碰风茶其实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其实保有相当的优势哦。我觉得大家可以从几个方向来说明。第一个，它是条形茶。那大部分的进口茶其实是都会做球形茶，体积小，方便运输，中间过程的损耗比较小。所以我们条形茶本身在台湾的茶叶，比如说文山包种茶或者是碰风茶。它其实都占有像这样的优势，所以比较少会有外来进口茶用条形的方式进口。那另外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的制茶技术还是相对的领先，所以资深的茶农或者是资深的茶友大概都可以辨别出来好茶是什么样子。哦，如果说老师，那消费者辨别不出来怎么办？消费者辨别不出来就是去买比赛茶。哦，因为比赛茶有一定的检验、安全、品质的把关，所以消费者通常不认识的消费者去买茶，我觉得去买比赛茶就可以得到很大的保障。问题是现在非比赛茶做的茶农自己没有送去比赛茶的这个部分的话，是比市场的机制跟资讯是比较混乱的，所以这个部分还是需要再加强。这边请教在地的农民朋友哦，像阮大家迄讲加下拄到按度嘅问题，咱摆遐个产业要继续行下去，让乜个推荐嘅丰盛哦，分享向亲来提出一个看法。我觉得其他季节的茶叶我们也可以推广，因为夏季它别有它独特最棒的风味之外，它其他季节也有它自己的一个特色。我觉得茶叶你要去多推广它的特色，不要只有夏季跟冬季，因为你要让它有量化，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由一个地方呢？我们可以辅导它，可以把茶叶做分级，有如我们的红茶，我们东西有分级之后，消费者更容易去选购它，去锁定他所要的区间。而且我们也比较有数量，透过一个量化，然后有一个有规格，来提供这个市场来使用。其实我相信对通路商来讲，他们更会有需求，因为你可以提供它，消费者更容易可以买得到，曝光率会更高。对，我相信这样的做法可以带给茶农更好的收益。好，沈梦英，还有其他的乡亲朋友，像亚个碰风茶嘅比赛，对动体人来讲，尤其是对亚个动特别嘅客种、经济特色，敢係青春有为咧直途发展。茶农吼做出来茶又都有钱财买，有时候一斤2000、3000是买迄个，该又都品质当好诶。透过应该产业改良厂统一分级出来时间是出低因嘅品质型嘅物件，目前也应不能买3000来，
本吸出来哦，了3吨，我可能卖到1万多。哦，哎，利润是就会高，身价飙升了。OK， 好，新闻台购哦，好的茶，好嘅茶唔怕冇人買，就像新竹鸦片哦，还有辦到一定站一定好嘅比賽哦，就係有新竹鴉片、峨眉鄉還有北部鄉兩個鄉鎮輪流去辦嘅。參考總幹事哦，像當年嘅比賽哦，就凍結咧係冇，像家下大家講到嘅粉結，還有其他嘅散體送演嘅一種內容都估會到係。我们农政单位当然会去加强，但是最主要是说看消费者，你自己可能本身要对这个茶要一些，要懂得一些，然后再平常吸收一些，然后再加上推荐工你要找那个比较信用比较好的茶行、或者信赖关系的来选购。所以碰风茶一个茶商要懂特别就係農民還有消費者，大家有一個信賴嘅關係。對對 ，OK， 好，希望總幹事，還有其他的，剛才有提到消費者他的決定非常重要，我們要請教各地鄉親哦，按到鄉親哦，你啲消費者，佢人去買茶嘅時候，佢也都會請注意乜嘅素材呢？故說啲農民也端呐，產銷這一端會去加強的地方，參考現場嘅農民朋友。其實，通化之人攀下過吼，其實當到消費者做得落來撈散化，來啲產地，來親近到啲啲小農，吼，小農嘅生產規模從愛降10分之零，愛冇辦法拿出來比賽，因為面積唔大，產量唔大，地唔上一點嘛。哦。地唔上一點冇辦法比賽，可是愛東西係好嘅啊。該消費者係講啲來撈到愛會所，來撈到茶農嘅嘅茶料啲袂，其實啲講哦，呢隻茶農佢嘅生產方式。hình容版看過茶人，其實啲了隻茶人有些肉個麼，吼，佢嘅草係用拍嘅，又係用盤嘅，吼，也就當面拍，所以佢將會建立一隻同消費者嘅一隻信賴感，吼，安因消費者做一信任伊，佢將會相信你講嘅話，吼。好，先鋒提供，我們一個一個馬上來回答這個問題。我剛才有提到。比賽嘅茶呢，佢愛聽錯嘅數量，唔過唔拉嘅冇辦法去比賽啊，認真睇下咩啲哦，去比賽過後一個價錢會提高，唔過唔拉比賽用改善咯，總歸是要有辦法。對呢片啊，利用呢個時間吼，來讓所有嘅鄉親來解說，唔係講冇比賽茶是唔好，其實確實上有咧家下你討論到了下，你發現到你新竹站嘅澎風茶。降種嘅面積就係少嘅狀況。可是參加比賽，你要來報名比賽，你決定來就最少要12斤嚟茶。可是最少量。係最少，你投入到要12斤。可是你農民吼，佢種嘅面積來講，1分、2分、5分咁樣來種。確實講，佢得下茶後投唔到12斤，可是佢哋茶好冇，確實佢哋茶也好。佢度嘅茶牆張周圍都1斤茶哦。差唔多普通來講，2公斤半這樣做1斤茶。哦，嘅面積會凍法咯。所以像嗰啲採茶姑娘上去找茶園以後，摘下來嘅茶材茶槍吼，做好嘅茶冇到2斤。所以對呢片嗰時，老大家來報告時講吼，其實唔係講冇比賽茶是唔好。一般來講，大家咧堅持到澎風茶當貴，其實還係要。普通便宜嘅個澎風茶，不過你個價錢雖然講便宜，當然撈其他嘅高山茶比起來會好高啲。可是假使你個澎風茶，你來泡嘅做啲沖泡到8泡9泡，所以看起來肯定唔會講特別嘅價錢差到兩多。好，所以目前咧下兩鄉鎮嘅農會啊，當都該注意講是一般呢嘅澎風茶最少幾嘛嘅，雖然講佢確認冇人飲從冇人確認，可是佢最少佢安全嘅茶。所以兩鄉鎮嘅農會目前飲料茶也好，你嘅個適合你後生人嘅茶包也好，目前好像就是見到讓消費者拉近了距離啦，是講冇本大家去到澎風茶係當貴嘅茶。哦，拉近這個大家的資訊感，然後信賴度，還有不要讓大家以為說澎風茶就會按規升唔起來，其實還係有同樣嘅茶種落在這個中間區間的茶啦。還有呢，前面嚟上班場就會結束啊，來前面嚟強調一下，喺講消費者你愛
注意的部分，还有乜嘅素材呢？请教大家。那个产销履历来讲，这个部分哦是农民最大的负担了，因为负担。对啊，为什么？因为那个产销履历就一笔来讲啊，就要6万块的钱来那个。哦，所以大家消费者很信这个，可是对农民来说，会不会是加出来嘅负担呢？冇听错，就比按到乡亲咯，按到农政单位咩来嘅，冇听错，台中起来乡下来咩困难有办法好做冇？对啊，要麻烦一下那个政府单位，看有没有办法说把这个就是那个验证的这种费用可以降低，让我们农民的收益可以提高一点，因为我们农民真的很辛苦。OK， 谢谢。好，希望亚台够哦。我们刚才上半场呢，进行到鸦片呢作为按度的讨论。认真一下港铁面积唔拉，嗰種聲音係唔係行嘅路見來見下嘅？行業集團還有行卡多、行卡精彩嘅分享，先聊一下，等下繼續轉來。同時，其實做到全民大會，一下呢，大家見討論嘅就係台三線。睇睇台三線呢，唔單止有請豐富嘅人文景觀好看，還有呢，途中沒有人北台灣重要客種鴉片，有一道東西同精彩嘅內容，又好參觀又好享受。另外呢，新竹還有途中沒有鴉片，有請豐富一等站嘅客家同有特色嘅茶產業。可能到我家下就講到港鐵面積見來見少嘅，唔過呢，因為上行卡度嘅後生人轉來鄉下感染一嘅聲音咯，咪看到一下嘅茶文化推廣到下二台嘅，一下後生人咪看得到有印度人鄉下來食材，看到我做薯片鴉片有小小泡茶師哦，主任，這個是我們在推廣的這個一部分咯。最主要是講，因為咱們看到台灣來跑，台灣都食茶，成日呢吼，屋卡全部當都有做茶，可是佢也唔定有買食茶，全部都我外賣嘅飲料嗰度，所以你農會吼是有上到2點呢吼，是講那個學校來結合你世建會哈，那個小朋友哈，用班來泡茶哈，用班來泡紅茶的本人不看人那些安逸那些哈，能夠凝聚一個家的那個感覺，謝謝。OK， 好，小朋友都喺國小生係冇？你係你北部國小嘅學生哈，5年生嘅小朋友，你有去年哈有差不多一半啊哈，就是專門泡茶嘅。好，可能到茶文化一下當今呢，就可能到一類印度嘅小朋友咪鄉下來食茶，還有一個台三線沿線的這個相關的客家文化，用嚟攞佢推廣出去咯，像途中門鴉片、碰風茶一定出名。鄉親上嚟建議看啊，台三線用嚟攞茶客家結合起來咯，你有乜嘅建議咯？應該講，你做得像有啲目標，有啲地方有個定目巨人，看大個營業，然後馬來西亞吼，像拜六禮拜嘅安布然，因為他佢台鐵的6點鐘、5點鐘往後改，改到點麼數，佢佢是轉的。可是按當當因他上啲改路按行啊行，看了到北部嘅台鐵嘅文化、客家嘅文化。可是是冇地方做得本去坐下來食茶，坐下來聊，看吼係農會又係人政府有辦法講，大概嘅具體事件本該網絡上本有得人報名講，安不然啊到一啲吃天宮啊的那邊，你泡茶時，然後人家有報名嘅人有付錢，你落去坐，然後咧你先落去介紹了到蓬風茶有來，然後那你菜地文化，有得用辦結合你嘅茶文化。然後坐下來開始本去食茶嘅時間，就會慢慢介紹了嘅茶，就會慢慢的推廣出去咁樣。睇個講到喎，一個推廣一個部分當重要，還有呢，喺講推廣過後，要行卡當然鄉下來食茶，唔過家下講到嘅港鐵面積食材十分嘅唔啦，還有其他一個產業都到嘅欠供嘅問題。接下來呢，先停等摘茶出現嘅腳步來去查驗都看看啊。大早5點啦，摘茶嘅太子愛出門做細了。最近夾到嘅茶誒，見成日3度空氣，貴路空見接面上來。你到哪邊摘？要用它嗎？好，拜拜。好，拜拜。忙中前後摘茶前合適。看那過去茶葉香是係一粒一粒清淡摘茶嘅聲音。呢下摘茶全部都好多水嘅，嘿。用後生人都較忙啊。後生人佢要上班啊，上班較辛苦，我上日頭啊，如果我拖日頭按太按嘢。上網。
嘿，前5年好呛哦。以下他们老人家了，大家姑娘完全是没累的，大概是70以上的老人家。像你几多岁？来啊，我77岁了。太高太子同有經驗，摘茶愛將暖茶先，較無經驗繼續隔意飛起，條家邊都會搶工人，還提供嘅獎勵嘅辦法。你很老幾雜，就是天經本人一標就3天5天本人是種的老皮茶雜，你講全啊冇得講啊，加5天比如講像我嘅工人，因為咧茶大部分啊是開工業時間天，天在該供應點要幫人處理，問題就出來了。看到產業嘅問題，有太在研究可以專門行業為嚟培養有產業。是我們的丙級製茶技術是你要去考試的哈。唔但請學品茶，還愛自家來做茶。因為有家裡賣茶，從事這方面的工作，可以有專業的這邊專業的傳承、專業的學茶，這種機會是不多的。以前到現在，這個茶葉的去傳承的比較沒有這麼完整啊。對，不像咖啡，它是比較全面性的。經濟發展的關係，變到冇人會做茶，時代冇咁樣啲產業就開始起來，所以應該是好像是設啲黑。運用嘅漳州嘅上後生人來做農，來保按欠做農嘅能力，亦按到嘅問題，各界都當上腦去。今邊講到亞碰風茶產業務，行業集團呢，邀請到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就業服務組的兼任技正楊國勝楊技正，向下來老大家討論咯亞雜集團而講嘅欠工嘅問題。技正你好，主持人各位大家好。家下有講到亞欠工嘅問題哦，其實唔係亞嘅碰風茶，唔係先做單槍張油嘅哦。全民台飛嘅亞雜年嘅演出呢，主要來講到亞下農村人力老化嘅問題。可能到一下農民平均年齡係62歲哦，還有家下呢摘茶嘅太哥太子，還有阿姨呢，佢講佢今70人嘅呢，其實嘅茶園地度哦，去採訪嘅下大家就講，前後生嘅摘茶太子呢70歲，其實70歲就算係前後生嘅，我哋看到一工嘅問題哦。其實講一下啲農民朋友當中哦，咁算係咧青春有係啊青嚴重，一年比一年還更嚴重嘅呢。請講現場嘅農民朋友。今日啊，我產業辦面臨最直接嘅問題是冇摘茶工。冇摘茶工，一下就冇。唔係一下就冇，係因為乜嘢？你看年呀吼，佢摘茶工哦，退休嘅人當年有啊。你看平均而言，一般來講65歲到80歲呢，全部係摘茶工。要比亞全台灣農民平均年齡62歲還較大。還難大，你還是希望你上級呀吼，各位長官讓喺度產業辦太陽人合作呢吼，共同來解決呢個問題啊。你看到一個北埔，還有峨眉，像新竹鴉片，還有桃園龍潭哦，大家都啲種碰風茶。唔過呢，就像新竹鴉片，大家見講到嘅一下耕地面積見來見少嘅，還有人曬出去，後生人較冇轉來做哦。故所呢，家下樣片當中咪看到有一個阿婆愛去龍潭老人摘茶，佢做出本人冇做嘅，所以認真鴉片耕地面積龍潭千多。唔過呢，佢嘅人唔拉，故所持出嚟留新竹鴉片來加人。咩由新竹人呢去到龍潭嘅片去管理茶葉，故所就形成了按那個跨線合作的模式哦。龍潭嘅片就釋出勞動力，向下來合作，解決一個工嘅問題。唔過實際就像家下班長講嘅哦，一年比一年還更嚴重，就像今年有老人家佢聽出愛退休嘅，還有接下來呢，本大家看到一條新聞哦。官方談到為大家嘅聲音欠工，故所呢就推出嚟相關嘅計劃，一下有一個新嘅計劃，按做乜嘅呢？係講大家來申請相關嘅農業、畜業獎勵，而家嘅計劃還有獎勵金加落去呢，一張嘅有好用3萬5來搶一個工人，按呢個計劃做得來解決欠工嘅問題冇？點不如就要來搶高技正呢？技正，請問這個問題呀，我們推出的這個計劃。像推出多久了？它的試水溫試過了嗎？實際的申請狀況是？那這個計劃呢，主要的一個部分是來填補整個小農的一個農戶的整個缺工的一個缺口。這個部分呢，當然也是說小農必須要負擔
它市场行情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薪资哈，来提供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哈。那由这个县市政府或者是结合民间团体来组成这个所谓的农事服务团。那这个农事服务团呢，就由这个用人单位啊这边来提供整个的一个指挥的一个调度。那我们知道哈，小农那个缺工哦，都是属于季节性的，它不是一个整个常年的一个缺工的情形，它可能因为这个农产品的产收这个季节的时候才有缺工的这样的很密集的一个缺工的问题哈。所以呢，我们希望说，透过这样子一个整个把一个片段的一个缺工的这样一个需求，结合整个各个产业的一个农产品的一个需求啊，把它串联起来，成一个整个1年度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机会。透过这样的农务事服务团呐来服务哈。那就可以来解决我们这一个小农的一个整个缺工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也有用这一个一些就业奖励的部分哈，每个月我们最高可以来补助8800块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就业奖励那如果说地处比较偏远的，比方说山区我去要采茶，可是我交通比较远呐，那我们要吸引这些农务人员到这个产地，对，补助最高的额度的一个那个交通津贴呢，可以到2000块以上啊，所以我们就说以这一个每个月啦工作周休2日来说，每个月工作22天来计算，如果他可以从小农的企业那边每天得到1200块钱的这样子的日薪，那加上我们8800的这个就业奖励加起来就有35000块以上的这样的一个收入哈。其实这些农务人员就有一个稳定的收入，过去可能找不到工，可能就是因为工作收入不稳定。那个做2天休息5天，稳定不收入，没有办法有一个稳定的这个经济的收入的话，影响这些我们劳动者呢重入这样子一个农务事的一个工作，那也可以符合劳基法的一个相关规定，也提供了劳健保啦，还有劳退的相关提拨的一个保障，所以说是可以吸引这些我们失业者呢来投入这个农业的这一块。OK， 好，先谢谢记正哦。抢高现场的农民朋友要按呢一张耶抢银抢3万5，1个月3万5，你觉得可以解决你的缺工问题吗？这边也要请教现场的农民朋友，你觉得这个计划对大家来说走尾到吗？农民缺工，他其实除了缺劳力以外，还有这个劳工他有没有相对的技术能力？技术，因为采茶它可能是一个高技术。对，还有就是。茶叶只是其中的一个农作物，那还有其他，比如说杂粮、果树，那不同的果树采茶的技术又不太一样，甚至你也总不可能水果采一篮一篮之后就丢回给业主吧？那是不是后端的一些处理，是不是也要有相对应的技术？那当然，目前是最多可以到35000块的一个奖励，可是我必须要讲一个，就是说。你必须要求额外的技术层面以外，那相对的薪资是不是也要再有所提高？再提高，对，再加码。对，因为他可能不是只会采茶，他还要采水果，还要其他的杂粮的处理。等于是说他能者多劳，但是他同样的待遇也要增加。因为整个计划是，他这个农工他不是只做1季而已，他可能是1整年，但是他在不同的农业单位就是业主那边做服务嘛，那等于是他不是只会一样农业技术而已，什么都会哦。对，所以你相对的薪资是不是还要再更高一点，才能吸引人家愿意去学习，并且去做这样子的一个工作？那其实我觉得这个计划很好的原因是我另外也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它可以是一个工班团。基本的工班，那是全台湾跑透透吗？也不见得，我们先从我们新竹县开始做起就可以了啦。就是这个基本的工班，它可以做比较深入的培训。那这些它可能就是拥有18般武艺，可是，在当农业劳工的需求比较大的时候，它可以另外再做一些临时工的派遣，由这些基本的工班去教育这些临时工，这样子会比较能够。比较快的时间速度衔接得上这样子。OK 好。不过呢，摘茶阿婆家就动力好哟，虽然讲年岁较大的啦，不过呢，它有树上分级技术，也就是讲，佢啲树风哦，直接就做得老嘅分级的，佢唔是个行业给吞，第2阶段继续来采选，继续来挑选，直接省工了。所以面对这样子的劳动力老化的情形，产业需求非常的密集。我们刚才也听到了记证哦，现在有相关的
产业计划已经推出来了。像刚才的问题的话，记者我们是不是先稍微回复一下？那这个部分，我们在整个农事服务团在组成的时候呢，一开始会有一个安排一个教育训练，这个部分会来做一些讲习啊，让这些初入农事工作的人呢，能够有一些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技巧，然后呢，才让安排上工。当然，每种的一个农作物都有它不同的一个技术跟这个相关的一个要具备的一个常识哈。教育的一个经费呢，这个部分我们会来补助。补助这个用人单位来处理。那刚刚提到的，就是说他可能整个需要在进阶，或许说他在这个整个农事方面的一个处理上已经有经验的，也产生了一个就业上的一个兴趣。那其实也可以参加我们一些我们县市政府或者农委会所办的，还有我们劳动力发展署也有补助地方政府所办的相关的一个培训的一个计划，都可以来参与哈，也可以做个人的一个技能，还有一个职涯的一个发展。好，谢谢纪政哦。针对欠工，针对缺工，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老师，我们简任纪政谈到说有这个农事服务团哦，哇，我听得非常的高兴啊，因为呢，这个农事服务团，以前我在农会上班哦，我在农会上班有30-40年的时间哈。那农事服务团的话，以前是农委会在推动的哈，那有这个构想，但是都一直没有动。那现在如果由劳动部来推动也已经进入了试验培训的阶段哈，那我觉得非常的好。那这个农事服务团，刚刚有位我们农民先生哈，他提到说可能专业度不足的问题哈，我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哈。农事服务团里面，他喷药的就喷药，采茶的就采茶，采果的就采果哈。收割的就收割哈，这个耕地的就耕地。我想这个来推动的话，应该对我们农业的发展的话，缺工的问题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哈。讨论到鸦片哦，还有其他嘅乡亲想要来提出嘅问题冇？太公以后，种茶最后一家嘅放学，最后一家嘅训练，我敢讲，我在民国头先就讲嘅标签什么意思？我民国91年我就参加个慈心认证的标签，新竹县只有3家。只有3家庭，我不是有1家慈心认证的，慈心认证不是说每一个人要靠县政府去补助，2万3万不要，拜托自己政府也才敢没钱了，我们在走向农民了，我们自己自发一点。头先我讲嘅學校關係農教接受講每個學生去休息農業學校讀書年，農會縣政府補助一些，還做得摘茶時間學校學生排出來嘅地摘茶方式有乜東方名茶，有乜管理方法，農教員來教嘅有教的哈，一定要教的嘛。不是你知道愛加強那一隻素菜呢？相關的。你說加強那個採茶的數量的年該學校咧，好像都來補充補充咧強下高節交通一下，睇個土出摘茶。我希望是講你啊茶傳承下去。好。重點是，像我們這欠工嘅問題，還有家下根本做按度討論哦。農政單位下一步愛來行嘅素材係哪一個方向咯？請來做一個小結。差價係副根最重要，我相信是土地到缺工嘅問題尤其家講嘅缺工嘅我想農會那邊來到縣政府那邊來配合一隻配套措施嚟要全部係分配好來你官員圖派下來，專業一些都訓練嘅，強到倆都農事服務團咧，假如大專業全有誰農誰本叫做，我相信倆做一起來。不過農民產農界都最強嘅是，強到倆都農事服務團變到變到一隻農事訓練團咁咯。唔曉做啦。唔曉做訓練好了以後，有就以工廠公司去投入，所以因為少倆的，所以這個配套措施如果考慮的周延，我相信走得慢慢去解決你目前遇到的缺工的問題。那總幹事配套措施，你有想到了嗎？配套措施，你可能唔單講是變到差價的部分來搶農事服務團，然後其他的幹部也好，你的企業也好，貴源土的所有的農產業跨業來結合，甚至縣政府來主導跨鄉鎮的結合，因為家庭假如有按到供應，你又有按到設備做，你的農民的生產，你的成本
让长贵一刀，哈，所以它是变跨业结合，甚至跨乡镇的结合，啊，贵让用来讨论，然后来走。OK， 好，谢梦总干事哦。最后请教处长哦，处长，我们那个农事服务团推出来了，我们有考虑吗？还是说没有考虑的原因可能是哪一些？好，我想刚刚大家都针对问题来做讨论哈。我想农事服务团那个劳动署这边跟我们新竹县政府劳工处、农业处哈都有做一些研究。当然这个想法是很好哈，但是由于新竹县的整个农业的产值啊，一年大概只有60亿左右。像台中市的话，大概达到270几亿，是我们的5倍。那彰化县已经达到大概我们的10倍啊，500多亿啊。那所以我们的产值的部分是比较小。那再加上他们是农业大县啊，对不对？我们虽然是农业县，但是我们的产值规模比较小，规模比较小。再加上做农事真的非常辛苦，在有一些周期性、季节性啊，还有就是刚才讲的一些技术上的训练哈。所以能够维持一个长时间的这个农事服务团真的是不容易哈。那当然我们跟农会也讨论过哈。那这个计划我们也转到各农会去，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刚刚上述讲的一些原因，所以还没有来提出来哈。还没有成熟。是还没有成熟哈。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会跟劳动署这边来继续来讨论哈，看有没有什么更好的一个配套措施。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农委会也在做一些很多的青年辅导的专案哈，让这个青农加入我们农村建设，甚至在农村再生里面也发展农村的产业哈，让青年能够回流我们的农村。我想这个是比较根本的问题哈。我们在座很多穿橘色衣服的，就是我们新竹县的青年农民哈。是。我想这几年他们加入哈，让我们的新竹县农业哈有更大的希望，有更好的未来。谢谢。OK， 好，谢谢处长哦。今日讲到要减工哦，减工其实就会直接影响到农地农用。虽然呢，耕地面积不多，还有很多相关劳动力不足的问题，这都会影响要个产业行的규模、行的下希望。不过今日处长还有讲到啊，现场有按到青农朋友、后生朋友，大家感应来要个产业等等支撑嘅师傅共下来做。而个碰风茶呢，唔係碰风嘅哦。今日非常感謝按到嘅鄉親，這麼多鄉親，老人共下來討論，希望大家感謝大家按支持。